而家身處於深圳嘅前海，呢個地鐵站5個站咧就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啦，仲要4個站就可以去到前海站啦，而且講緊都係2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嗰邊嘅尺價都講緊係10幾萬平方一尺，咁咧今期俾我揾到一個樓盤喺商場，仲要係地鐵口岸上蓋嘅物業。尺價啦，講緊都係5萬蚊左右，而且仲可以做到零首期，月供嘅話3500蚊就可以啦，租金抵月供。感興趣嘅一齊跟我去執貨，鏡頭跟過嚟同大家介紹呢。嗱，見到呢個3尖角位未啊？嗰度就係深圳關口啊！依家講緊深圳灣關口返嚟20分鐘就可以返到你屋企啦。呢一個400尺嘅單位仲可以做到2房，開發商咧全屋嘅豪華裝修全部送晒俾你啊！依家仲要係講緊零首期啊！咁咧廚房全部見到嘅全部都係送晒俾你啊，而且唔係話精裝啊，係豪華裝修啊。咁咧呢度嘅露台咧，仲要係更加貼身，全部幫你封晒。咁呢度嘅城市景觀咧，全部都係一覽無餘噶啦，啊，非常之開揚通風嘅。咁咧2個房嘅，咁咧自住投資收租都冇問題嘅，而且咧地鐵口就喺你屋企樓下，商場地鐵上蓋嘅物業啊，感興趣嘅快啲聯繫我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